大家好，我係志航弟兄。今日同大家討論下點樣改變原生家庭對我哋親密關係嘅影響呢？我哋問兩個問題：究竟原生家庭點樣影響我哋嘅親密關係呢？第二個問題，如果有負面影響嘅話，我哋點樣改變呢一個影響呢？同大家分享兩個個案，呢個係第一個。太太喺好困難嘅環境裏面長大，結咗婚之後咧，丈夫喺一啲好小嘅事上邊唔體貼佢，太太就容易覺得丈夫好似佢爸爸一樣咁大男人。佢對丈夫嘅感覺同埋結論就好似佢對自己嘅爸爸嘅感覺同結論一樣。之前爸爸非常之暴力，佢細個嘅時候，媽媽經常就拖住佢咧去逃命嘅。所以呢個係太太嘅個人心理按鈕，佢覺得爸爸係個大男人，所以當丈夫有啲嘢同爸爸相似嘅話，佢就會覺得丈夫都係大男人，甚至信到90%添。如果我要幫佢，就要改變呢一個負面嘅信念，幫佢相信丈夫唔係佢爸爸，丈夫亦都唔係大男人。要幫太太分開丈夫同埋父親，就要列舉丈夫同父親嘅分別，呢啲分別越多越好。如果係要改善夫妻關係嘅，就要尋找丈夫比父親好嘅地方，佢嘅性情啦、行為啦，或者對家人嘅表現啦。呢個就係嗰個表啦。爸爸會喐手打阿媽同埋女，用粗口鬧全家，丈夫係唔會做呢啲。爸爸嬲起上嚟會掟凳打人，丈夫嬲起上嚟最多唔講嘢。爸爸一入門口就鬧人挑剔人，丈夫返屋企就會食飯幫手開飯。爸爸自私，利用完親人就會惡待佢，丈夫樂意為家人付出。爸爸遇到阿媽煮嘅嘢唔啱食，一樣會發脾氣，丈夫乜都肯食。爸爸媽媽之間冇默契冇分工，爸爸從來唔照顧孩子，丈夫係經常都照顧孩子。爸爸從來唔做家務，淨係掛住睇電視、睇報紙。丈夫分擔家務，做家中嘅維修。爸爸唔細心，丈夫細心。爸爸重男輕女，丈夫男女平等。要令太太相信丈夫唔係大男人，我將頭先講呢啲嘅特質列舉出嚟俾佢睇。佢男女平等，好細心，樂意為家人付出，乜都肯食，唔會批評佢嘅食物，肯照顧孩子，肯幫手開飯、做家務，肯做維修，從來都唔會打人，唔會講粗口。當太太睇到呢啲特質嘅時候，佢相信丈夫唔係大男人，已經係信90%、10%啦。第二個個案，有一位丈夫喺婚姻裏邊一件事耿耿於懷。話說佢去北京公幹嘅時候，爸爸懷疑中風，佢好希望太太立即揸車將爸爸送去急症室。丈夫當時感覺到太太有啲嘅遲疑，其實太太嘅遲疑係有道理嘅。當時係夜晚揸車唔安全，同埋佢先要安頓4個孩子。最後太太嘅決定就係幫老爺叫咗個十字車，後嚟亦都趕住去咗醫院。最後結果老爺完全康復，冇後遺症嘅。為咗呢件事，丈夫非常之憤怒、失望、無助，覺得被太太遺棄，唔被愛。佢嘅結論就係太太係靠唔住嘅，關鍵嘅時刻唔能夠靠太太。我需要太太嘅時候，佢會離開。咁我問，會唔會呢個係你原生家庭嘅問題啊？佢就話唔係，絕對係我太太嘅問題。其實佢係原生家庭個母親為咗另外一個男人，喺佢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離開咗個家庭。爸爸喺獨力養大咗幾個細路，小嘅時候家境都好貧窮嘅。再詳細啲問落去，太太處理佢爸爸
懷疑中風嘅事情，究竟有咩諗法呢？即係佢嘅結論啦。佢覺得太太唔會上心我嘅事㗎，太太唔會諗我嘅需要、處境同感受㗎。太太只係睇到自己嘅難處，只係求自己嘅舒服。太太係唔會幫我諗，太太唔會理解我嘅處境或者難處。太太係唔會聽我嘅聲音或者訴求。我冇辦法說服太太，太太只會推搪我，唔會推搪其他人。太太唔肯幫我，只係會托我手踭嘅啫。我只可以靠自己，唔可以靠太太。太太靠唔住啊，關鍵時候大鑊嘢咧就唔可以靠佢。太太令我覺得無助。太太對朋友愛人都好過對老公。太太唔愛我，我人生最親密嘅人都唔愛我。我需要太太嘅時候，佢會離開。太太會遺棄我㗎。我就問啦，你關於啲太太有咁多嘅諗法同埋結論，有幾多係可以攞嚟形容你嘅媽媽或者你爸爸對媽媽嘅睇法呢？佢諗咗一諗，答案係話全部都係。跟住佢就開始諗啦，原來佢呢啲嘅諗法同埋結論，主要係來自佢嘅原生家庭，唔係來自佢嘅太太。佢終於接受呢個係我嘅個人心理按鈕。於是我幫佢將太太同埋媽媽分開。佢媽媽為咗另外一個男人突然之間離開家庭，太太從來都冇離開家庭，亦都冇婚外情。媽媽經常唔喺屋企，出夜街。太太非常之顧家，放工就返嚟。媽媽喜歡跳舞濫用藥物，太太冇不良嗜好。媽媽亂使錢，太太慳錢。媽媽唔理仔女，太太用心照顧仔女。媽媽對爸爸好差，但太太對佢好好。媽媽對朋友同愛人都好，對家人係唔好嘅，但太太對家人係好過對外人嘅。第二步就係要鞏固丈夫對太太嘅正面信念，方法就係搜集證據同埋例子。對於呢個正面信念，太太係唔會離開我嘅，我就同佢列出咗一系列嘅證據同埋例子，我唔讀出嚟啦。另外，對於我有需要嘅時候，太太會幫忙，或者太太靠得住，可以信任佢嘅，我都同佢列出咗一系列嘅證據同埋例子，呢度都唔再讀出嚟啦。呢兩個個案話俾我哋聽，如果夫妻一個或者兩個早期成長都有不少嘅困難嘅話，有時佢哋不知不覺之間係影響咗佢哋嘅親密關係嘅。大家可以睇其他有關嘅影片，掃描呢個 QR code，大家就可以得到一系列有關夫妻嘅單張同埋短片。多謝大家。